各位有緣人好，歡迎收睇玄機頻道。我哋每次都會由幾位嚟自玄機團隊嘅24節氣同埋9天星嘅老師，為有緣人用奇門遁甲問事嚟解答問題嘅。有緣人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事不宜遲，去片睇下今期嘅個案分享啦。大家好，又係我大雪老師。今次有位網友話咧，見完份工，想知道咧能唔能夠攞到呢一份工作，咁啊就睇翻奇門入邊咧係點樣睇呢個事情啦。照睇入邊個盤入邊個信息咧，咦，機會都幾大下喎，因為我見到你嘅用神宮戊土呢個位置係坎宮，咦？同有個大老闆同埋個人事部經理都同宮，即係表示佢哋都幾喜歡你啦。咁我睇下個對手又點啦？個對手咧就係喺呢一個巽方嘅位置，呢度屬木，見到入邊有天府星啦，有六合喺度，照計對手個教育咧程度相對都比你高，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咧，大家都冇一個叫做100%嘅信心。點解咧？因為作為個 hiring manager 嘅宮位咧，就係喺呢個坤宮入邊。我見到入邊咧，其實咧黑多過紅，咁其實都係幾差嘅。全部喺呢個 hiring manager 度咧，好似都唔係太滿意你兩個嘅表現，而家仍然喺一個膠着嘅狀態。咁我又睇翻作為工作嘅用神宮開門呢個位置係呢個乾金，雖然佢去生你嘅，但係入邊咧個格局有麻麻，有妄將啦，有暗破啦，另外仲有奇門四害嘅空亡喺入邊，又係打咗折扣。奇門入邊，我哋叫呢個盤為全盤伏吟。你見到個干支天干同埋地支都係一樣嘅，咁即係表示咧，所謂叫做利客不利主咧，問事啊、問測啊相關嘅事情，結果都會較慢。總結嚟講咧，呢位網友係有機會嘅，但係就快唔到啦。祝你嘅願望達成，搵到份好工，加油！再見啦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，我係雨水老師。咁呢位緣友就問哪個選擇才是好呢？1結婚，2創業，3退休，4打工嘅。我就開咗個奇門盤啦。首先問測者日干為庚落震宮，屬木嘅。咁問測者為人應該中意講嘢啦、變動啦、改變啦、行動派、有決心嘅人嚟㗎。咁就問邊個選擇好啦？咁我就用落書嘅方法去幫佢分析一下啦。1結婚，宮位坎宮屬水，宮裏邊嘅信息都靚㗎，有幽門啦、六合啦，都係關於感情啊、家庭事。咁但係咧，戊為胎地。咁即係金錢都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啦。宮位係生問測者嘅。咁2創業啦，宮位咧坤宮屬土，一睇就好多黑色字啦，好多唔好嘅信息，有己刑啊、空亡啊、天瑞死門啊。咁創業嘅路途咧，應該都麻煩多多㗎啦。咁3退休，宮位震宮，跟問測者同宮屬木嘅。庚為胎地啦，即係代表開始，亦都係阻隔，亦有天沖啊、朱雀相門，信息麻麻，咁退休之路暫時就未必係個好選擇啦。4打工，宮位巽宮屬木，宮裏邊有天府、道門、九地，可以揾啲老牌公司做一啲專業技術嘅工作。總結一下啦，成個伏吟盤，問測者可以慢慢諗下，唔使急嘅，諗下邊個適合自己啦。
如果大家需要更進一步嘅奇門運籌去解決難題，可以直接聯絡玄機客服，了解收費服務詳情。各位有緣人記得留言、讚好、分享同訂閱啦，仲要撳埋個鐘仔喎。我哋下條片見。